大家好，我係再等會嘅阿積，係一位註冊嘅社工。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精神健康急救。精神健康呢個名詞咧已經喺香港就聽咗好多次，同埋好耐㗎啦已經。咁但係精神健康急救又咩嚟嘅咧？我哋平時咧講急救咧就一定講心肺復甦法，點樣幫個傷者去處理傷口嘅問題。但係原來精神健康急救咧就係幫一啲嘅朋友、一啲嘅患者處理精神健康，即係你個心智你個情緒嘅問題嘅喎。咁其實精神健康急救呢個 concept 咧喺澳洲開始嘅，已經經歷咗咧20幾年嘅發展㗎啦。而家咧已經有25個國家或者以上咧已經推行緊精神健康急救呢樣嘢。精神健康急救你會問啦，咁究竟係啲咩嚟㗎？其實係幫大家一齊認識如何辨識同埋或者如何協助一啲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嘅朋友。咁咧，如果佢哋獲得專業人士或者一啲嘅初期嘅介入，一見到有問題嘅時候介入咗，又俾到一啲支援到你嘅時候咧，就唔會令到佢個精神健康咧出現嚴重嘅問題啦。所以咧就即係防止咗個精神健康嘅惡化。其實咧亦都係希望將精神健康急救裏邊咧帶俾個社區裏邊咧，可以幫到當事人同埋身邊嘅朋友，同埋加強咧大家對精神健康嘅認識。咁因為喺香港一個咁大壓力嘅生活嘅社會裏邊咧，精神健康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緊要。尤其喺疫情之後咧，大家無論係嗰個人際關係工作個轉變甚至乎而家香港面對緊一啲經濟嘅轉型嘅時候咧，精神健康尤其是咧對於每一個人都好緊要，因為個生活壓力實在太大啦。咁喺精神健康急救裏邊咧歸納咗咧，其實有5個重點工作，我哋叫做 ALGEELG。咁呢5點嘅工作係咪？第一就 approach 嘅意思即係我哋要接觸同埋評估當事人個狀況裏邊去邊度，有冇一啲傷人或者自殘嘅風險。第二我哋就叫做 listen， 我哋要放低自己一啲嘅成見，同埋設身處地去聆聽當事人嘅心聲同埋感受，俾佢有一個表達嘅空間。第3個步驟我哋叫做 give support 同埋 information， 我哋要俾到支持、鼓勵當事人，同埋可以俾一啲方法或者一啲技巧俾當事人喺解決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譬如一啲減壓舒緩嘅方法或者可以提供一啲坊間有嘅資訊俾佢，等佢可以預早去處理咗精神健康呢一樣嘢。第4步就係 encourage 嘅意思係咩？鼓勵當事人尋求專業嘅協助。如果精神健康出現問題，早啲知，早啲醫，唔好拖到最遲，或者一發不可收拾。而最拉尾嘅步就係咩？ encourage other support， 我哋亦都鼓勵當事人尋求其他嘅支援，例如向朋友傾訴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方法去處理自己嘅問題參加一啲靜觀嘅活動或者培養一啲興趣譬如我哋可以透過園藝音樂或者舞蹈我哋呢啲統稱叫做藝術治療，可以幫助個精神健康嘅人咁喺精神健康急救裏邊嘅課程咧，對於呢個成個社區係有4個好處嘅喎。第一個，我哋可以帶到一啲知識俾社會大眾嘅人士，等佢知道精神健康係啲咩嚟嘅，同我哋身體健康一樣，
我哋都要知道好多病患嘅原因，佢個表徵係咩，同埋醫嘅方法。精神健康亦都係，我哋要知道佢個病患嘅原因、佢個表徵同埋處理嘅方法，俾到社區人士有足夠嘅知識嘅時候呢，就有信心去處理一啲出現精神健康問題嘅朋友，亦都我哋可以俾到一啲方法或者信心有精神健康問題嘅朋友呢，識得點樣去處理同埋揾支援，同埋對嗰啲精神健康呢要減低個污名化。以前呢，我哋呢成日坊間呢度啦，精神有問題啊，傻嘅、黐線嘅、癲嘅，其實原來喺一個生活急速壓力嘅社會裏邊，人人都有機會有精神健康嘅問題，只不過個表達方式或者個表徵唔同，我哋要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啫，就唔係我哋所謂嘅癲啊、傻啊，或者一發不可收拾，或者有暴力傾向啊，其實未必一定係嘅。最緊要就加強支持，我哋要對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嘅人呢，俾多啲鼓勵支持佢哋，等佢哋可以揾到方法走出困境。咁呢，針對呢幾年呢，亦都我哋知道咧，照顧者啊個生活壓力啊，或者要照顧一個人呢，其實都面對好大嘅壓力，同埋佢哋呢亦都甚至乎呢唔多唔少，大家睇到呢幾年都發生好多事件呢，照顧者個精神健康都出現問題嘅。咁你話照顧者嘅精神健康會出現啲乜問題？第一，生活質素變差啦，因為你係照顧人，又要返工，又要處理自己嘅生活事務，所以個生活質素就開始越嚟越差，或者時間唔夠用啊，唔夠瞓啊，或者健康出現問題啦。減少社交，因為佢哋冇咗啲時間，因為要照顧屋企人，咁所以呢，佢哋個社交圈子就越嚟越細，或者社交時間越嚟越細，與其他成員家庭成員都會出現一啲溝通嘅問題。點解啊？因為佢要照顧屋企人，咁變咗對自己個壓力都好大，咁變咗同其他屋企人可能處理一啲日常事務嘅時候呢，就會有啲拗撬啦，甚至乎因為佢哋要照顧屋企人，而呢放棄咗一啲揾工嘅機會或者工作機會嘅時候呢，財政都出現一啲困難。甚至頭先我講到啦，咁結果社交又差咗，經濟又出現問題，休息嘅時間又少咗，咁自然呢，嗰個身心個精神健康呢都會變差咗啦。咁所以喺精神健康急救裏邊呢，其實我哋好想幫到一班照顧者呢，幫佢哋了解咗自己或者咧身邊嘅朋友出現啲咩精神健康嘅問題，早啲知，早啲，我頭先都講過啦。另外就係讓照顧者深入了解咗，正面面對呢個精神健康嘅挑戰，同埋解決嘅方法，凡事都有出路嘅，同埋幫助我啲照顧者建立翻同埋管理翻個期望，可能係收入少咗喎，咁我哋可以減少啲咩嘢嘅資源，但係我哋仍然有一個生活嘅質素呢，咁我哋可以喺呢度去做到一啲嘢，提供一啲教育去支援到照顧者嘅精神健康，等佢自己都留意，當佢照顧人嘅時候，可能自己嘅精神健康都出現問題嘅。我哋應該點樣保護翻自己先？如果我哋自己都冇一個健康嘅身體、健康嘅精神，我哋何來又可以照顧到我身邊嘅人呢？同埋希望亦都教一啲方法，等到我去同屋企人多啲溝通，多啲嘅分工，令到佢呢喺嗰個生活壓力裏面可以舒緩得到嘅。咁其實坊間呢都有好多嘅機構都提供一啲精神健康嘅課程嘅。例如香港心理衛生會啦、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啦，同埋香港青年專業培訓協會有限公司啦。咁其實呢啲坊間嘅機構呢，都有好多精神健康急救嘅課程提供俾大家嘅，大家不妨可以考慮上一上呢個精神健康急救班，好似 First Aid 咁樣，令到成個社會同埋照顧者同埋自己嘅精神健康都得到保障保護。